30岁前日本桌球名将福原爱2016年9月和台湾好手江宏杰结婚，两人育有1女，去年10月又开心宣布怀了第2胎。昨天22日是江宏杰30岁生日，福原爱在微博发长文，感性表示要怎么确认一个人爱你的心呢？看他有没有把最好的留给你就知道了。福原爱昨天在微博上发长文祝福老公江宏杰生日快乐。她提到两人认识19年，交往之前自己不知道江宏杰是这么贴心的男生，无论什么事都会为他、为家人想。面包的话，最中间最好吃的地方给我吃，自己在那边吃没什么味道的地方。包子的话，给我吃中间最有营养的肉，自己吃旁边白白的部分。去看电影，每次都不遇到个子矮的我，一发现我看不到，马上帮我换座位。明明你一直飞来飞去打比赛很累，却一直担心我们有没有累。福原爱问江宏杰今年生日礼物想要什么，没想到老公竟回你现在多休息就是最好的礼物，让福原爱甜入心底。直呼虽然有时候我们也会斗嘴，小夫妻吵架，但不管怎么样都没办法讨厌你，哈哈哈。不少网友看完小爱这篇贴文，纷纷表示这是什么神仙眷侣，爱将是嫁给了爱情，很少男人做得到，甜蜜夫妻模范。